你好，政府終於將網約車合法化。合法同埋非法其實只係一條線。其實好多其他國家一早已經合法化，成為生活出行嘅一部分。政府已經落後形勢多年，受人詬病。明白到政府要平衡各利益嘅團體，網約車肯定打擊到的士嘅發展。佢係一個好強大嘅競爭者。網約車普遍服務好，車資平，叫車易，基本呢啲嘢都係市民所需。的士牌價就基於經濟、交通發展，網約車嘅出現受到巨大嘅打擊。牌價由最高峰期嘅700萬跌到200萬。今次政府考慮到多方面嘅因素，終於發牌。開始時發牌只有1萬，我諗政府都要考慮到唔少嘅原因，包括的士團體嘅反抗、國內嘅叫車集團嘅將會加入等。即使市場多數都係抨擊發牌數量太少可能搞到市場混亂，隨時合法同埋非法車同時出現，市民又難截車，的士牌價又反彈。但我呢度強調，今次嘅時機的士牌反彈係佢哋最後嘅逃生門。政府已經講明會動態檢討發牌嘅數量，可以肯定發牌嘅數量只會持續增加。發牌後將會係另一個景象，希望市民能夠改善出行嘅體驗。始終之前非法乘車唔係所有市民都願意，網約車得到規管，市民出行亦受到保障，旅客嘅體驗亦會隨之上升，增強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嘅價值地位。